基層醫療咧係同全港市民息息相關，家庭醫生咧喺基層醫療裏邊咧，亦都係擔當住重要嘅角色。佢可以為你同屋企人咧提供一個全面、可持續嘅醫療護理服務，照顧你同埋你屋企人嘅健康。家庭醫生咧更加可以為你同埋你嘅家人咧規劃一個健康人生。你同我都需要一個家庭醫生。好彩我有家庭醫生，冇諗過驗血報告出嚟係會唔合格咯。馬女士喺2024年1月經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配對家庭醫生，參加咗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，透過篩查糖尿病及高血壓，發現患上血糖偏高。出咗驗血報告之後，雖然要食藥，不過家庭醫生同埋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嘅護士都鼓勵同埋關心我。我就聽我哋講啦，經常要做運動啦，要改變飲食嘅習慣，即係少油、少鹽同埋少甜。我前後後咧都減咗20幾磅，而家我都可以自己控制到病情。麗娜咧，佢做得好好，仲好有恒心添。佢嘅驗血報告指數有好大嘅進步。我哋作為市民嘅家庭醫生，除咗會用合適嘅藥物去幫佢哋控制個病情，我哋都會建議佢哋改善生活習慣，令到疾病可以遠離佢哋。真係要好多謝家庭醫生嘅照顧同埋支持，我會繼續努力嘅。喺健康路上，你唔會孤單。家庭醫生同埋護士，仲有其他團隊成員會同你攜手同行。家庭醫生了解你嘅病情同需要，亦會守護你嘅健康。記住，家庭醫生係你嘅健康同路人。身體健康我需要，家庭醫生不可少。基層醫療同你息息相關。我要健康人生，就要家庭醫生。家庭醫生陪你邁向健康人生。